你那么人家不，出在阿吉呀，一季物最高呗，你少点那个汽油最那个。日子家做日子家居嘛不喽，我们嘛现你过，无啥呢现你吃拉的，无啥呢，提着嘛一日的，明年过支付个喽，一明年。耶稣被白了，耶稣不嘛意思呢 ？God says 不嘛无啥呢？主家喽不嘛意思啊喽？是把耶稣一秒的呢无啥一次家里给他嘛啊喽？是像玛利亚的木瓜子都给都是的不木个拉的，那的呢在的就热量哦，一秒的呢耶稣没有给那个喽，不嘛马黑拉的嘞木瓜子都嘞给他嘛没有啊喽？过来呢耶稣不嘛意思呢无啥主家喽不嘛意思啊嘛的嘞呗，意思嘞拉错。一直没，一直规划，就把一点的，一我的无啥嘞住宅个咯，无啥人住宅送个咯。他那边一我的一直没关被住宅个干呢，啊都没无做到子，里次没关，啊都没无做到子，一我的住个咯，住个嘛关被一我呢，无啥被在了科目生意，阿里嘛追啊，阿里嘛追嘛啊，不嘛一我是了咯，一我追一个呢，一我个么咯，一我呢无啥被体力那么比，无啥追么那么比，一我呢住个的。错费了，无论你意思嘛意思呢，无啥绝路，不嘛意思啊咯。在 Kristo 不嘛呢 ，Hebrew 我 Messiah 不嘛过被 Greek 我学过被 Polita 嘛我啊咯。Kristo 不嘛意思呢，米次米大数被意思多啦咯。你这些你过我地的米次米个咯，米次米个大数呢，无啥嘞四大嘛，无啥啥嘛还呀啦咯。无论你是白说呢，就说米次米嘛没说啊咯，是白说也嘛没在乎多的。一年 Kristo 阿嘛一扎嘛个咯，在皮条一月嘛，努年木瓜瓜嘛也拉嘛无啥，就是把耶稣 Kristo 我被皮条月可单阿没是把耶稣扩了咯，第二半年是把耶稣呢 Kristo 阿咯，一年就就无啥嘞四大嘛，安尼咪其他嘞十几大嘛无啥阿咯不嘛耶稣阿咯，过来年过天那瓜就，就是阿吉呢。最那关对就，你是白手不嘛？出啥名啊？无啥名啊？你是特里多嘛？无啥呢？明天么挂吃了？那边我比他住这个，一旦就是一旦你们那挂，就是你们那个挂边说呢，就么路别下头挂这路，可能你是白手的，你corona嘛，或者corona嘛，下就最的就哈个说，就你们那挂这了说，一挂边就呢，阿爸爸爸无啥的，阿爸比苦巴拉是呢，一时下嘛哈等啊，没就 corona 路，一旦就是呢阿就。想要咱们我被白到了，我们你在报，就一季物最高被就理解，一代就是你下头的了，就你在考虑了，啊就是在啥么？